Hello，各位街坊大家好。今期我黎明新車速遞，為各位街坊講實呢部2025款小鵬嘅 G6。首先呢，香港版嘅 G6 同埋內地版嘅 G6價錢方面呢，查實係相差10萬蚊左右嘅啫。香港一換一個價錢呢，同內地呢，我哋較早前去香港小鵬嘅陳列室有睇過啦，就20幾萬，具體20幾我哋會打喺熒幕上面。第二樣啦，呢架車係去到625嘅長續航 CLTC 里程嘅625 km。小鵬呢架 G6 呢，佢係沿襲咗小鵬嘅家族式設計，全星環嘅頭燈、封閉式嘅鬼面罩啦，亦都係遠近燈同埋日間行車燈分列式嘅。跟住啦，呢部車有個別致啲嘅，選裝咗黑武士嘅外觀。咩叫黑武士啊？有全黑嘅輪鈴啦，20寸嘅輪胎。哇！亦都係米芝蓮嘅潘士博 EV 嘅 PS EV 呢套胎，如果係20寸嘅話，買輪胎要2000幾。小鵬只需要加3000蚊，就會擁有到黑武士外觀啦，全黑嘅車身、全黑嘅耳仔、全黑嘅飾條、全黑嘅扣手，呢個叫黑武士嘅外觀。但係呢架車嘅官價呢，就相當之抵啦，179,800嘅官價，暫時小鵬呢會有限時補貼，有8000蚊，落地都係17萬頭嘅啫。然之後啦，我為各位街坊簡單咁介紹一下呢架小鵬 G6 啦。嗱，首先我哋去到呢個能源標識，會見到呢部車續航里程係去到600 km 嘅。跟住啦，佢個電機去到218 kW。咁咧，我早2期影片有講過，深藍嗰架 S05。200 kW 嘅電機都已經去到270幾匹，但係呢架咧接近300匹嘅馬力，218乘以1.36，接近300匹嘅馬力。然之後啦，佢係由我哋肇慶小鵬新能源公司製造，本土企業，本土生產，book 車嘅週期相當之快啦，個零禮拜就會 book 到呢架車嘅。跟住啦。OK， 我最睇嘅鬼面罩有啲咩嘢可以講實俾各位街坊知？首先有車 cam 啦，跟住咧成套智能輔助駕駛，小鵬亦都好先進嘅。小鵬個城市 NOA 已經去到 L2、L3 個級別噶啦。跟住啦，我哋各位可以見到呢啲飾條啊，上面其實一個組件咧已經兼顧咗2套 cam 頭、3套 cam 頭，佢啲 cam 頭隱藏得好好，唔係眼利嘅話，基本好少會望得見嘅。跟住成部車嘅車身長度、高度，我哋打喺熒幕上面俾各位街坊展示一下啦。OK， 嚟到尾部啦，跟住呢，佢後面亦都會有神黑嘅，因為佢選裝咗黑武士嘅外觀，可以見到神黑嘅字體，成套 logo 都係神黑色嘅。跟住打開尾部俾各位街坊展示下後排嘅空間啦。由於佢係行貨車，我哋一直營店訂購嘅所有行貨嘅禮品小鵬嘅公仔都會有晒，好靚嘅一隻熊貓仔啦，一隻熊仔啤啤熊啦，跟住所有小鵬嘅嘢都會配備齊啦。所有嘅空間全部做得同 Tesla 差唔多，真係靚。但係佢只需要17萬幾可以買架 G6， 呢個係次頂版，有晒所有輔助駕駛功能，亦都有電動尾門啦。OK， 我哋走入到內籠啦，睇睇後排空間。首先氣氛燈隱藏得好靚，成套全皮嘅包覆，小鵬造車嘅功底真係有嘅，亦都係相當闊落，我啱評。跟住咧，如果正常坐姿，一拳兩拳半嘅空間，全景式嘅天幕，全部標配齊，扣手，跟住咧杯浪隱藏式，好靚。雙塔斯嘅設計，跟住啦，座椅嘅軟硬程度真係 OK， 但係冇早2期講嗰架深藍咁腍，深藍真係舒服，坐上想瞓覺嗰種。然之後玻璃啦，亦都係無框門跑車式嘅設計啦，單層嘅玻璃。OK， 我哋嚟到前排啦。首先呢，就一套大家可以喺網上查詢得到嘅內籠，咁呢，我而家實景為各位演示。你見到啊，呢啲車機上面渲染出嚟嘅 3D 效果係好靚仔。嗱，全域自駕已經打開咗啦，所有路面嘅嘢全部掃描到，哇，超靚啦！跟住啦，亦都係一個高地台式嘅設計嘅中島，啱手啊，各樣嘢都好舒服。
最緊要係佢呢部車續航里程真係強大啦！我哋會見到呢度，佢基本就係92% 嘅電都有550標顯，如果插滿電嘅情況下，標顯有600嘅里程，足夠喺灣區兜2轉啊！深圳翻中山，中山翻深圳兜2轉。跟住第二樣嘢啦，打開睇睇機冚上面有冇儲物空間先。因為 G6咧都呢2-3個月賣咗3-4架，我就冇細緻咁研究啦。拉多下好似歐洲車嘅設計，冇嘅，都係全封閉，睇唔到入邊有任何嘢。跟住啦，內籠入邊咧，啱先我打開門走入內飾啦，前排咧係會有夾膠玻璃嘅喎，佢都同 Tesla 一樣啦。Tesla 以前啲舊款嘅 Model Y 都係得前排嘅 ，Model 3嘅話都係得前排，但係咧佢都係賣緊17萬幾，要咁多嘢做乜啫？係咪先？俾到你有大品牌嘅品質，有長續航嘅里程，跟住有所有嘅自駕功能同埋啲氣氛燈隱藏得好靚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氣氛燈嚟嘅，全部都係氣氛燈嚟嘅。嗱，你好小 P， 聽着呢。幫我改變氛圍燈顏色。嗱，佢又變咗紫色啦，見唔見啊？啱先係藍色嘅，而家變咗紫色。你好，小 P， 幫我把氛圍燈改成綠色。氛圍燈顏色調節啦。哇，又變咗綠色啦。OK， 真係科幻感好強。我記憶中早3-4期過香港小鵬嘅陳列室呢架車，如果係唔做一換一，查詢過冇錯嘅話，個官價好似係20幾。咁啊，差10萬蚊，各位街坊會喺內地買小鵬呢，定係翻過香港買呢？好啦，今期節目又到此為止，勁多灣區出車嘅資訊，歡迎瀏覽我嘅 channel 同埋訂閱關注，多謝各位街坊。你好，小 P。你好，小 P。哇，佢唔識聽白話嘅。你好，小 P。我在呢，我們去第幾個？你好，小 P。我在呢。幫我打開座椅通風。主駕座椅通風已經打開嘍。哇，有冷氣燈啦，乜嘢都有晒啦，索住我個背脊 ，OK 啊。睇下有啲咩隱藏物料先，基本都係咁啊。你好，小 P。你說。幫我打開副駕駛抽屜。咱們車還沒有這個功能哦。呢度打唔開嘅，我以為呢度有個櫃桶添，原來係冇嘅。睇睇仲有啲乜嘢可彈可讚嘅空間先。即係你話我黎明咧，有時會拗呢啲車嘅缺點出嚟話俾街坊知，其實都係站喺我一個中立嘅立場嘅。部車該有咩嘢，該講咩嘢，咁我發掘出嚟話俾各位街坊知。其實咧就唔係話我彈佢啊，車每一架我都認為佢係好車，但係咧你話我拗佢啲缺點出嚟，我可以講好多缺點。你話想聽好多優點，我亦都可以講好多優點俾你聽。當然咧，都係發自我內心嘅感受，講咧一架車所有嘅評價俾晒各位街坊知道。但係呢部車俾我最大嘅感觸就係底盤靚啦，電池續航里程夠長啦，豪華程度夠高啦，咁就足夠噶啦。最緊要抵買。咁個價錢去邊度買到一架 B 級 size 嘅 SUV？ 因為呢架車嘅車身長度啊，各樣嘢已經唔係緊湊型車噶啦，唔係小型 SUV 噶啦，已經去到中型嘅 SUV 噶啦。